如果是去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加民众党敢会合作，各界是当咧关注。国民党的侯友宜加民众党的郭文德双方的幕僚今仔日下晡是进行协商，但是安怎确认上强在野候选人的方法了后，就会参加3场辩论会一共式。不过，安怎推出这个上强候选人，双方的想法是无同。国民党提出初选的想法，民众党是希望用电话的民调。明仔载中途进前，两边会搁再确认后摆讨论的时间。双方爱手先例后兵，各界注意的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会前会则是下晡登场。国民党方面由侯友宜竞办执行长金溥聪、秘书长吴建廷代表会晤；民众党由郭文铁竞办总干事吴珊珊、主任周鲁修代表。会后双方表示气氛真好。如何推出在野最强候选人的方式，我们大家都交换了意见。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辩论的方式，我们也讲过，只要确定了第一项之后呢，我们也同意双方都举行这个3场辩论。按照三成上强候选人，双方以往无达成共识。民众党主张5间民调公司市话手机各一半，采对比式民调以平均数决定结果。国民党是希望以民主初选的方式展现直接民意，参加投票民众无分党派，必须亲签政治理念认同卡才能投票，采实名制验身份证。新党就曾经提出过民主初选，但当时的确发生过一些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不当动员。第二个，还有一个全国这样大规模的状况，它的确会是一个人力物力都非常大的状况。双方约定伫15中段进行确认下摆会议的时间，国民党甲民众党要谈合作，也过彼此比较意味也真高。侯友宜是一直做事，郭文铁积极举办新册签名会。外界质疑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是毋是敢若行过场尔？侯友宜讲，所有议题无适限，斗阵团结，齐心齐力。我们所有的造势，这早就已经排定了。我们按照我们的步调，希望凝聚所有团结在野的力量，以联合政府来政党轮替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所以我个人是这样的，我还是相信数字，所以说理性、务实、科学，这是一种态度嘛。对了，怎样力量合作方案，国民党甲民众党拢同意合作推动国会实事极大化。未来国会党团就议题合作，也同意来合作处理这种权了后组成联合内阁。在政策上，义中求同，动中求异，人才以专业取向，尊重政党专业的特性。记者综合报道。